林振昇議員。好啊，多謝主席。咁啊喺文件睇到咧，就嗰個老師嘅流失率咧就係改善咗嘅。咁但係確實咧，亦都有一啲調查咧，就係話任職超過10年嘅老師咧，就喺即係2-3年前咧，就嗰個離職咧都係高嘅。咁頂替呢啲職位嘅老師咧，就可能啱啱都係入職2-3年嘅。咁呢個即係都係一個比較普遍嘅情況。咁即係我想了解下，即係雖然嗰個即係流失率係有改善，但係對於咧即係早前都好多年資比較長嘅老師就離職啊，咁有啲新嘅老師咧係頂上。咁即係你哋有冇評估過呢個即係對成個教學嘅影響啊？如果有嘅話咧，就有啲咩方法咧係可以去改善啦，或者盡快提升一啲新入職嘅教師嘅能力水平咧嚇。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依家係財赤啦。咁啊，即係教育就係3大開支範疇之一。咁啊，頭先局長咧一開始都有講嘅，我哋嘅適齡嘅學童咧，其實就持續減少，但係我哋咧又要增加教師喎。咁呢度咧，即係可唔可以解釋得清楚啲？因為咁樣咧就我哋有財赤嚇，即係學生人數又少咗，但係咧就仲要增加多啲教師嚇。咁喺資源運用上咧，係咪恰當咧？咁定還是你都係想即係嗰個只係滿足翻依家嗰個師生比例嘅啫，就唔係話仲要係揼好多資源去培訓好多嘅老師啊？又或者啲老師咧，如果工作忙，係咪適當加一啲嘅即係行政職位嚇，即係疏解咗佢嗰個行政嘅工作，佢可以專心啲教書。其實呢度可能用嘅資源就唔係太多啊。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咧，就即係令到社會咧擔心我哋係咪仲要好多資源去培訓好多老師呢？咁但係即係學生嘅人數又不斷下降。咁我想呢度即係政府都可以解釋清楚嘅。多謝主席。係局長。主席，第一個問題呢，就係話新入職嘅老師咁多，我哋點樣確保個質素或者管理呢？咁呢個呢，我哋其實喺正如我頭先喺開場嗰個，或者我哋呢篇即係呢個文件嗰度都有介紹到呢，就係我哋就住新入職在職同埋已晉升教師嗰個培訓呢，我哋其實係呢幾年呢係加強咗好多。咁啊，包括咗有我哋定咗一啲嘅核心培訓嘅部分。咁如果係管理層嗰啲呢，我哋更加亦都係有嗰個相關管理啊、統籌啊呢啲協調呢啲能力嘅培訓啦。咁所以呢個呢，我哋即係就係針對住而家嗰個嘅即係現實際嘅需求。第二呢，就係學齡人口減少呢，我哋即係點解增加老師呢？其實呢一個增加老師嗰個比例呢，其實喺17-18年我哋就落實咗嘅，即係劃一增加0.1呢一個班師比例。咁亦都令到學校呢，即係話喺即係照顧同學嘅差異嗰度呢，係能夠做得更好。咁同埋呢，就係正如頭先提到呢，即係話我哋喺每一間即係有需要嗰啲嘅即係唔同嘅情況，唔同學校唔同嘅情況呢，有咗呢一個嘅資源呢，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呢係喺對學生個照顧嗰度呢係做得更好。咁所以呢，呢個係我哋其實係希望係學校係用好呢方面嘅資源，因為我哋已經係俾咗喺17-18年嘅學年。唔該，主席。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咁呢個安達臣道呢個區域呢，如果睇嗰個發展嘅情況呢，就嗰啲嘅公私營房屋呢，就2025年呢都會分階段落成嘅。咁就話25或者26年呢都開始有居民入伙嘅。咁啊，但係呢間學校呢，就要去到，因為你都要起3年啦。咁啊，可能最快都要2028年嘅下半年呢先至可以落成。咁啊，就即係咪真係唔可以配合到嗰個即係人口入伙嗰個時間呢？嗱，因為我睇翻嗰個區議會文件呢，其實2022年呢就都有討論過嘅，咁啊大家都贊成。咁啊嗰時呢就話2023年呢都會去申請撥款㗎啦。咁依家呢又可能都遲咗2年啦。咁我想睇下即係當中有冇咩特別嘅因素係好似嗰個進度係遲咗2年嚇。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呢，就其實副局長頭先都提到一啲重置校舍嘅政策嘅。咁我想了解多啲，因為我哋依家都香港未來都好多新嘅發展區啦嚇，北部都會區啊，咁有啲
即係洪水橋啊或者古洞啊嗰啲都已經開展緊呢啲平整工程嘅。咁所以日後嗰個重置校舍嘅步伐係咪可以再快啲提速提效啊？或者係更加多嘅機會咧，係俾一啲舊嘅校舍去重置咧嚇，以應對將來嗰個新區嘅發展。咁啊，同埋過往咧都試過重置學校嘅時候咧，就擺咗2間學校喺嗰個區。咁嗰個區咧又可能覺得競爭多咗啦，又影響收生啦，咁啊都引起一啲幾大嘅反對。咁所以呢一方面，成個重置嘅政策係點樣提速提效啦，同埋可以理順過往嘅一啲問題啫。多謝主席。副局長。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兩方面提問。正如議員所講咧，冇錯，我哋呢個工程咧，其實曾經喺2022年嘅第4季係招標嘅，係採用一個設計與建造嘅採購模式啦。並且咧喺23年嘅第1季，當時係完成咗評標嘅工作。但係咧，由於標書係即係冇標書係符合技術要求咧，因此咧最終係導致流標咁樣。咁經建築署審慎去檢視咧，亦都有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之後咧，我哋咧就工程計劃咧就係最終咧就係而家係重新招標，而係淨係要求承建商咧係負責建造嘅工作。咁為咗減省時間咧，其實就係由建築署主要嘅同事咧係負責咗內部嘅設計嚇。咁呢個就係建築署嘅團隊係負責咗，咁咧去減省咧委聘顧問所需要嘅一啲額外嘅時間。咁最終咧我哋建築署咧喺完成咗嗰個詳細設計之後咧，就喺舊年嘅第4季咧重新招標。咁而家咧正我哋係進行緊評標嘅工作。重置嘅政策方面咧，其實就其實而家只要係有一啲合適嘅建校用地啦，或者係空置校舍，可以拎出嚟做一啲分配重置俾學校去改善佢個教學環境嘅工作咧，我哋就會係啟動一個校舍分配嘅工作。剛才議員特別有講到咧，就確實我哋如果係過往都有做過一啲跨區嘅重置。即係咧，由一個區搬咗一間學校，另外一個區咧，係都要考慮到咧係即係唔同嘅區情啦，亦都喺地區裏邊唔同學校嗰個嘅一啲可能提出嘅一啲意見啊咁樣。咁一般我哋做跨區嘅重置咧，而唔係原區嘅重置咧，其實就即係睇一個整體，正如我剛才介紹文件所講咧，我哋拎個校舍出嚟咧，或者一個用地出嚟咧，都係俾全香港嘅合資格嘅辦學團體其實都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咧喺過程之中咧，都需要睇喺唔同區裏邊嗰個學位嘅供求嘅問題啦。而我哋即係搬咗一間學校過去，最終佢實際開班嘅情況啊，都要睇翻嗰個實際個學位嘅供求咧，而去釐定嘅。咁可以同議員所講啦，亦都可以做一個保證咧，就係我哋必定咧喺個溝通嘅工作係緊密一啲啦，亦都會係去密切同不同嘅一啲校長會啊或者團體啊係做多一啲嘅溝通工作。多謝副局長。多謝主席。